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 Winter 劉海欣，林日欣升級教學團隊嘅成員。嗱，咁我就係畢業於中大中文系啦，並且持有教育文憑，會考高考入邊中文全卷奪 A， 咁中史同埋文學咧亦都係 straight A 嘅。咁今年咧我將會開辦4個課程，分別係中3常規課程、中4及中5常規課程、中6特訓班計劃同埋 Plan C。嗱，咁 Plan C 咧係我今年新增嘅課程嚟㗎，咁佢係適合中6嘅同學報讀。嗱，有見於咧同學基本上咧閱讀同埋寫作呢兩份卷咧都比較弱啦，咁所以 Plan C 咧就係針對呢兩個卷目咧就加開3個主題，分別係記敘、議論同埋深化。咁同學咧可以按照自己嘅需要咧去報讀嘅。好啦，咁中6特訓班計劃同上年一樣，總共係3期，有2個嘅循環週。咁增設嘅自修生時段咧就喺晏晝嗰度上堂嘅。咁有啲乜嘢唔同呢？咁就係佢嘅説話訓練咧係獨立嚟報㗎，咁令到自修嘅同學有更加多訓練説話嘅機會。咁中4、5嘅常規課程咧就係中文改造班，適合底子一般嘅同學係報讀嘅。而今年咧我亦都會拓展咧開中3嘅中文課程，咁有興趣嘅同學咧亦都可以報讀嘅。咁有關課程內容方面咧，咁我已經將每一期所教授嘅內容同埋主題咧寫晒喺章程入邊噶啦，咁同學可以去津理學校嘅網頁嗰度咧去下載嚟睇嘅。好啦，至於配套方面，同上年一樣啦，我會不定期去派發一啲嘅應試書啦。咁值得一提嘅咧，就係俾中6同學呢一本嘅 Last Minute， 咁入邊咧厚達400幾頁，俾你哋考試之前咧可以有一個準備嘅充足溫習。好啦，咁至於模擬試卷方面咧，咁今年咧各級我亦都會派發模擬試卷嘅。咁另外説話訓練方面，今年我亦都會招聘人手，去令到同學咧有更加多嘅説話訓練嘅機會。課程內容充足，配套筆記完善，同學仔啊，我哋上堂見啦！